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这是台南咸水一间工厂发生安全的意外，一个35岁工人好亲像伫咧操作机台时，一个无细力小拍电，电一个阵啊无喘气。详细情形，连续记者蔡婉如来带咱了解。婉如。 好，主播救护车10万火急赶到现场，当时工厂的其他员工就等在门口。一看到救护车抵达，立刻是指引方向。救护人员接着接手，把受伤的工人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人命关天，一路上是不断的 CPR， 把男子送到医院来抢救。 这起公安意外就发生在台南盐水的一间工厂。当时这名35岁的工人疑似是在操作铝材挤压包装时不小心触电，第一时间倒地，失去呼吸心跳。同事见状是急得报警，救护人员赶到，立刻将人来送医。根据了解，男子到院之后有恢复心跳，不过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而公安后续相关调查则由警方处理中。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婉如，再来关心这个现场的消息。这是昨暗7点钟，这查甫人伫咧台北展运站用伊身躯来动车，经过看到人讲，这查甫人因为伤晚到，这只车已经准备要发车。工作人员请伊后补，伊说袂用伊身躯来动车，看起来实在有够危险，嘛耽误到规车人客时间。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医生。 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这名男子手插在胸前一动也不动，就算客运已经闪灯要倒车，但这名男子仍是不为所动。那么是根据现场目击者表示，这名男子是26号晚间7点来到台北转运站，但当时他已经是迟到，无法赶上原班车。工作人员请他排候补，但男子却是不愿意重新排队，甚至跑到客运后面挡车，保全介入也都是劝不动，影响到全车旅客的权益，最后客运业者无奈只好报警处理。事后呢，画面也被 PO 上网，遭到网友挞伐自己迟到，还耽误了全乘客的时间。那么，以上就是当时的情况。主播。 多谢医生，再来看到又搁是啉烧酒塞车引起车祸，一个姓的人塞一只烧鸭车拜市为平湖马经要去山水的方向，好残因为啉烧酒塞车，先去弄到路边的阿门头护栏，车线并车并伫路的，这塞车的人受伤，酒测数字0.75，无想到讲伊继续伫咧咱看起来真稳当，伊讲酒测袂准，要求改定酒测一改，终其尾也是互警察依照公共危险罪改依法上班。 金色的旅行车并车倒伫个路的玻璃甲车顶的物件拢散架跪涂骹，规地撞翻呢。含伫路边固定的护栏嘛，互弄甲倒去，看会出来真正是弄甲足大力的。警方随派大架吊车，甲箱仔车位现场拖走，后尾用1点钟交通才恢复。 58岁姓吴的驾驶26号塞车经过平湖马经往山水路的路段，可能因为有啉酒，伫咧滑的时阵塞甲真凶，直接弄到路边的护栏，唔那并且伊的头嘛弄到受伤，送去病院了后，警察要求要做酒测，想袂到伊就开始找理由。结果酒测值有0.75，姓吴的驾驶看到就开始质疑警察的酒测无准。你说我0.75。 0.75已经讲讲啊，那有可能0.75啦吼。哎，无可能。一直要求佮订做一届，不过不管伊安怎如，尾啊也是互扣起来，按公共危险罪带转去警察局，为家己啉酒塞车负责。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嘛是足危险的，来看到愈来愈侪交通事故，原因拢是塞车或者是桥倒摆的人头伫咧看手机啊。假使若是以时速40公里来算，头看手机1秒，就差不多是无看到头前安尼塞车塞11公尺。新北市警察为10月起开始较严格要来处理，短2个月时间已经开5000件的罚单，含停车行顶同款有人伫咧吸手机啊。假使若是无想要互警察开罚单，车内一定要有手机。 车停伫路边，想袂到一个穿乌衫的人骑车直直弄过来，安全帽鞋散到规头骹，斟酌甲看，原来迄当阵因仔骑车拿算手机啊！恐怖的画面，阁有一个清洁人员工课做到一半，后壁的人共款骑车拿算手机尾甲弄掉，实在是有够危险的。如果你低头看手机1秒钟，以时速40公里来换算的话，相当于盲目行驶了11公尺。
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为今年正月到11月，赛车骑车用手机发生事故，造成受伤的就有295件，其中骑车发生的事故上侪占了一半。为着互同款的意外减少，新北市警方为10月开始加强了违规，才2个月尔，得抓到5000多件事故嘛，真明显变少。赛车骑车若手会摕手机就一定会犯法。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赛车耍手机罚3000块，若是骑车就罚1000块，就算是伫等红灯摕手机同款会罚。开车在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手持方式使用手机，这些都是违法的，必须得加装手机架，才能保障行车安全。骑车要顾安全吧。停红灯的时候，你会用手机吗？当然不会啊。为什么？但危险啊，而且规定啊。虽望伫台湾目前法规规定，把手机放伫手机架顶的用，警方袂当抓。不过警方建议民众也是较遵守交通规则的，不管安怎，赛车、骑车较注心的，才会当保护家己甲别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画面来看到山石车甲山石车前车，看起来这个画面实在是足危险。二是一个人驶轿车经过苏花公路观音这段路的时，看到对向一只山石车伫咧转弯的时，甲头前另外一只山石车前车，该在2只车无去相撞，也毋过这个驶轿车的人实在是惊到半小时，伊嘛足生气，就拿甲这个画面抛上网络，提醒山石车的运将驶车，特别是经过危险的路段，应该放较慢的。唔通安尼三咧乌白甲人前车，啊若无若发生意外，代志就歹收煞。过来看到有爬山团体申请来爬阿龙伊的古道，规个出入口来到这个所在，煞互管理人员发觉讲申请的名单和现场的人身份无共款，未得过。这阵爬山的人真无欢喜，伫咧现场大细声嚷，讲以后袂瘾来。其实这所在本来就是自然保留区，本地就有管制人数，爬山的人家己4两黄也无伫，引起到网友伫咧骗笑。臭不爽啊！挺好啊！屏东县阿郎伊古道就是这样，哎，以后拒绝来。这当要出发行入去阿龙伊古道，登山客煞伫咧入口的所在对着解说员大声咧骂，甚至搁放掉讲以后袂搁再来啊！一个风景区尔啦，唔是啥物话啦。哪会这么生气？原来这阵人有一半以上的人，拢毋是当初申请要进入的名单资料，古道的管理员坚持无要放因入去。是我们申请错误，但是哦，我们台湾的人情那么的薄弱了。阿伯足生气的，大声嚷讲台湾的人情变甲足无的，但法治的观念敢若是搁较无。古道伫咧石海观音片自然保留区，按照规定应该伫咧8天进前来申请，爱当地解说员引导，若硬要入去，会来罚3万到15万块。我们大体上会给他们进去。不过还是要在规定的2层之内。县政府回应，其实唔是袂当互因入去，只是这摆无符合的人数伤过济啊，早就超过规定。这个阿伯这么生气的过程，互人抛上网络了后，即马网友全部拢徛伫咧管理员这边。毕竟因爱维护自然资源，嘛爱照顾观光客，所以爱强硬表达立场，才会当互阿龙伊古道的美丽会当继续保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中有公车运将和人客伫路边一句来一句去，小姐唔认输。原来就是因为这人客敢若坐一站尔，引起到运将起背面，落车含伊伫咧歹声扫，这段画面嘛，互民众抛上网络。大家认为讲运将伤过超过，人客要坐几站，这是伊的自由甲权利。不离个嘛，人讲到这人客已经唔是头一届安尼啊，近摆拢是一站就落车。客运公司是讲，无论人客爱坐几站，运将拢无应该含人客咧543，会搁再加强管理。坐车要有道德心，不要浪费人家的资源，每一次都坐一站。我们每一个司机都非常讨厌你，知道吗？讨厌你，乱七八糟啊！公车司机伫咧路边大声嚷，敢若是因为这个查甫人大概拢敢若坐一站，互公车司机真不满。一站到一站之间，可能就是要一直停，就是一种要一直按踩刹车那种烦闷感吧。如果可能过于频繁，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会这样。就如果拿很多东西或是很累的话，民众将这个过程翕落来，铺上网络，讲23号暗时啊，伫咧台中中心堂附近看到这段画面，佮问敢若坐一站公车是安怎？感觉司机有较过分，毋过请来其他公车司机留话，讲这个查甫人已经毋是第一摆啊。
有人讲捌伫咧一工以内载过即个查甫人2摆，大概拢敢若坐一站。问伊先啊无爱用行的，伊讲是政府叫伊坐。嘛有人讲因为台中公车10公里免费，一个人头市政府补助15块，对台中车站到静宜大学总共26站，每一工起码来回坐4转，一年都用掉预算100多万。不管乘客的那个行为，搭车行为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跟乘客有这个争执啊。我今天会把这样招回来。就算人客坐公车要坐偌远，坐几站拢是伊的自由。毋过安尼坐一站就上车落车，恐惊嘛是为司机再来困扰。客运公司表示会对驾驶搁再来教育，避免参像这种情形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要来看到韩国瑜今仔日和副首相陈静做伙参观 HTC 伫咧新北市的总部，和 HTC 员工来进行青年国事论坛，来看现场上新。在整个政府的施政以及全国国人以及青年学子要学习的时候，已经变成要面对它，要接纳它，要学习它，要应用它，这个一定是刻不容缓的。第二，在于青年创业这一块，我个人是非常着急。很多青年创业者都是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得名，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不能够成名的更多，能不能得到政府有效的挹注？甚至包括 HTC 在 VR 这些领域的投入，多少年在煎熬，那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变得非常的关键。第三，事实上从前总统蒋经国先生10大建设到现在，我们推了好几个计划，说实在的，不管是亚太营运中心、亚太金融中心等等，我们并没有很傲人的成就。如果我跟张善政院长我们能选上总统跟副总统，明年开始我们会将展开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培育计划，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做。这跟选票无关，这跟我们的信仰有关，这是我们的信念，一定要培养更强大的下一代。那么这个计划一旦延展开来，我们相信未来5年、10年会让台湾脱胎换骨。政府会用最大的资源，包括明年开始，小学1年级6岁的孩子，全国台澎金马都市乡村眷村跟农村全面性的中英文双语教育，我们一定要做。第二个，明年开始，大学生、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只要你申请到国外的大学，我们把钱找到，让你出去交换生1年，你就直接去读书，政府帮你把钱找到。我们估计每个学生大概政府要投入大概要100万台币，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是政府会咬紧牙根。而且我们保证，我跟张善政院长等，我们绝对不会贪污，绝对不会贪污。只要不贪污，政府就会有钱，不乱搞，政府的钱一定够。第三，我们厚植国家竞争力，会从军公教警校这一块，45岁以下，我们让他带子带薪，全部把他们要准备送出去，1年最少送1%，最终目标送到3%，大概从3500人成长到7000人，最后到1万人。军公教警校也必须要跟国际接轨，这是一场有史以来台湾最大的人才培育计划，跟未来的青创，跟未来非常独立奋斗的公司，跟人才的培育，跟国家未来几十年的竞争力，都会有巨大的影响。这一点特别在这里跟所有青年朋友交换一下意见，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厚植我们台湾实力，让台湾未来更美好。再一次感谢 HTC， 谢谢。好，我们再次谢谢韩市长，谢谢张院长。好，那今天我们好，拄则咱听到就是韩国瑜上新的讲法。另外，港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的老母何水英，昨昏公开讲，总统大选票伊会投给总统蔡英文。伊搁再加压，伊别消息讲，后生郭文哲嘛是同款会支持总统蔡英文。不离可郭文哲伫咧电视访问的时，伊讲厝内上届讨厌蔡总统的就是因某陈培琪。到底这场的选举，什么人会影响伊？伊落尾会甲票投给什么人？下再针对这件代志，有上新的回应。这个大概是我们上任以后到现在为止单一基地最大的，然后户数最多吧，1436户，然后在台湾的经济史上，它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循环经济的第一栋大建筑物，循环经济。这是我去荷兰，现在世界有一个叫循环经济，就是说。
因为整个建筑业占全世界哦，这能源消耗是一个很占比很高的产业。所以我们日后这一些建筑物呢，我们的目标说50年后还可以回收再利用，所以它是台湾第一栋循环经济的一个代表啊，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是第一个嘛，所以很多还在摸索。市长想问一下，那个现在北市国宅管线被说是不是更新早期？这是这样的哦，这个当然是这样的，有人有意见，我们就调查嘛。我就叫震动处开始，我这样的不要记下结论，调查清楚以后，我们会再处理。市长2020你的这一票没投了？还在考虑而已啊。但是柯妈妈好像已经表态了。我们家就是典型的民主多元。怎么说？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可你现在要怎么解决你家的分裂投票问题？因为你妈很笃定说你是绿底会投蔡英文。你要不要去问陈佩琪看看？你会投吗？你会投蔡英文？所以听妈妈的话，还是听老婆的话 ？This is a good question。对。市长，所以等于说你投票那天，你3张选票里面只会盖2张吗？再讲嘛，哇，这个不急了。像因为现在地下赌盘啊，估蔡英文让60到80万票，所以你的投票行为，如果真的是他们估得准的话，可能会影响这次选战的关键。好了，这地下赌盘不值得鼓励啊，就算你知道，也不要拿出来讲啊。但是那个票数，主要重于它的票数差距，可能也许就是你的2到3成的民意的影响。有啦，这个。地下赌盘虽然是存在的，但是也不要拿到台面上来讲。那你会担心你的表态真的会让这个选举有翻盘的可能？应该不至于吧。像但柯妈妈现在说要投就是绿地，这样子跟郭台铭会不会有点有啦，这个这样的，不要把其实合作有各个项目的合作嘛，不要说合作也不见得100%全部合作，我觉得这种新的政治态度也是不错的。像在你刚刚就是那个活动啊，好像是不是都是台经院主办，但是好像都是民众党部分区。对啊，这个是台经院主办嘛，他好像是那个主办人有去问高虹安嘛，高虹安就把他老板拖来，就这样。因为郭台铭说他到场才知道是民众党的场。奇怪，那表示我不晓得那个孙志立怎么跟郭台跟那个高虹安讲的，这我就细节都不晓得。今天早上好像时间也没有瞧好，郭董他的演讲才到。不过我总共迟到2分而已，2分钟，我是按表操课。那市长想问一下说，因为这个活动好像因为是孙志立主办的，然后又是民众党很多的人列席，那现在会不会被质疑说就公家机关来帮民众党造势这样？台中院是公家机关吗？我不晓得。就是国家的色彩，国家色彩。我不晓得。大概，生技产业找台北市长去讲台北市生技产业布局也是合理的。是啊，目前选前之夜确定落脚新绿广场。确定了吗？刚刚有里面。我不晓得哇。市长现在他们一直在找地方找不到了。像1月1号建总确定会跟郭台铭同框。什么？1月1号的建总活动。我不晓得。跟郭台铭那边有联系。我不晓得。我知道你的全台车少行程啊，你之前说12月30号不要请假，可是我看你的车少行程从1月1号起，几乎每天都会有，所以你是直接连续请，还是你会？会啊，我跟你讲，我想有需要再请的，因为大部分其实我们每天还是7点半上班，可以把当天的事情可以办完，还是可以不用请就不用请了。政务官玉木明主席叫你呼吁一起来响应，就是反对反渗透法，然后一起上街游行。反渗透法是这样的，利益良善的，但是执行细节真的要讲清楚，不然社会大众还是会疑虑。好了，我们先。议员说政务官的行政中立的规范是为了你而改。行政中立。这个还是我的态度这样，法律是给人民遵守用，不是给人民参考用，所以做得到就做到，做不到我们就按在法律合法范围内把它还是要修到说大家都可以遵守，因为这不是只有规范柯文哲一个人，还有我们全体的政务官嘛，所以这样法律的精神还是这样，要定就要大家遵守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按照实务状况把它重新修了一遍。来，跟他一起保卫立法。
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另外，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早起时，真侪人拢感觉今仔日透早小可寒死是冷叽叽。原来这是因为大陆冷气团影响到规台湾的温度一日落真济。透早台湾本岛平地上界的温度是咧新北市的富贵角，敢若11度8。其中气象局嘛针对到新竹、苗栗发布10度黄色低温的警报，特别是北部也有宜兰、花莲，规天的高温敢若差不多剩11度到17度到20度。另外，中南部的高温差不多是23度到26度这卡兜。规台湾拢会当讲是小可冷死死，也佫有寒死死。另外，落雨的部分，北部、东部地区有一寡所在会落短暂的阵雨。刷来明仔载拜六，日式冷气团会较减弱，水汽嘛会变较少。也毋过，这敢若是一个雨芳尔尔。为暗时开始，南方云气又佫上北，一直到下礼拜一，规台湾拢是会落雨、无稳定的天气。过来关心下礼拜三就是元旦，有3项大制度特别开始改变，提醒大家要注意。像讲民众上界关心的基本工资起价23800块，也有咱看到1点钟的薪水本来是150块，即马起价158块。也有交通的部分，咱看到机车加分班补助金额本来是1000块，即马加压到1300块。也有民生制度嘛有共款无共的所在，像讲是带囡仔费用的补助，本来规定敢若到囡仔2岁尔，即马补助到囡仔3岁。一到食饭的时间，小食店都无用试插，头家想要增加人手，对明年1月开始恐惊都爱搁加开钱。基本工资确定，伫咧元旦以后下来起，每个月基本的工资对23100块，调到23800块。1点钟的薪水按150块，提高到158块。新制度都要上路啊，民众的意见无相同。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台湾基本上都是低薪嘛。所以能够增加大众的一个薪资，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物价调涨当然就很不好啦，就是它这几年都一直在慢慢一直在涨，然后这怎么受得了？就惊人力成本提悬，物价会搁再来起，资方若负荷袂调，就会来倒去。对元旦开始嘛有交通的新制度，包括机车驾驶训练班补助的金额提悬，对原本的1000块加压到1300块。另外，还有超级跑车的条款、快速公路拖球的费用，拢会伫咧元旦了后来实施。小朋友嘻嘻哈哈，算甲足欢喜的。民生方面嘛有真侪新制度，原本的准公共托育政策，2岁以下的囡仔每个月会当领6000块的补助，2岁以上会有学费的优待。但政策上路以后，城内袂少的家长反映，所以对明年开始6000块的补助会延长到3岁。另外，百货业者袂当提供各种材质的免洗碗池，会伫咧16个县市陆续来实施。2020年就得要来啊，3大类的新政策会来上路，影响到底会到倒位，就看大家是安怎想的。记者综合报道。下礼拜三就是元旦，敢想好要安怎来跨年庆祝？交通部观光局特别规划几落个所在，要来迎接日出曙光的活动，邀请民众会当做伙来到东北角福良的海墘啊，共一个时间和一个大东的三仙台，也有阿里山的民众会当做伙连续跨年。那迎接日出曙光，另外伫福良、壮围，也有南方澳啊，这个所在拢总到11万粒的电火球啊，做一个迷人的第二线，要为这个元旦邀请大家做伙落班底久，一直到西洋的情人节。暗蒙蒙的一片，随着时间经过，豆豆啊就步出光线，无偌久的时间，黑暗褪去，出现金黄色的日头光。新年元旦就要来啊！真侪人会选择用迎曙光的方式迎接2020年。交通部观光局就透过及时转播举办迎曙光的活动，伫咧福良、三仙台甲阿里山3个所在现场连线，互现场的民众会当伫咧同一个时间来看到曙光。那我们希望把这样3D 的这个活动呢，透过这样转播结合在一起，然后把我们这个爱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环境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呢，透过这样的转播呢，传来给大家。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今年台湾本岛上早的一道曙光，预算伫咧6点35分，伫咧台东三仙台出现；东北角的福良是6点37分，阿里山日出会伫咧7点05分。对元旦开始，台湾的湿度会来减轻，所以3个所在拢有机会会当看到日头光，其中阿里山更有机会会当看到云海日出。那阿里山的情况是，我们预期了它的云的高度
跟观景台的高度差不多。所以运气好的话，如果云低一点，观景台能够看到日出，那是所谓的云海日出，那是相当漂亮的。福隆迎曙光的活动嘛，甲饭店的业者合作，民众来到现场参加活动，都有机会得到5节的浸温泉券。主办单位嘛会伫咧现场来做网络直播，到时阵全台湾曙光的水，国际拢会当共同来欣赏，要互民众幸福迎新年，欢喜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伫要过啊，跨年唔会当到大庙所看烟火。伫南投市南宫，抑有一项真重要的活动，就是发钱舞。庙方决定为2019年上尾一天，也就是新历12月31早起时8点开始开放信徒来遮排队。假使若是元旦下午9点进前来排队，保证一定领会到钱舞。这一届庙方特别甲去年的钱舞号名叫做“好事发生起来宝”，嘛希望民众拢会当伫金鼠年过好年，大家平安大趁钱。2019年来到尾声咯，除了这个元旦的升旗典礼，南投的救灾圣地指南宫嘛要来迎接元旦。这个发钱舞活动的年度盛事，民众早就热扑扑的听候啊。庙方嘛甲传甲真好势，搁点灯。以往都比较好像古板一点啦吼，来这参拜的这个香客吼，甲信徒吼，很多的人性化哦，真侪较少人的。所以阮今年吼，就较做较活泼。主委宣布讲，去年的这个钱舞大改版，甲号名做这个好代志发生厝内宝。伫咧钱舞的头顶顶悬，用2只金主器来抱如意甲元宝，另外搁来镶一粒这个有福字的大葫芦，希望现场会当继续来斗大好运气，来争做厝年的好彩头。它旁边又放了一朵花，主要是说让大家可以花开富贵百福星。庙方有去体会到民众排队的艰苦，这边特别规定讲，从12月31日早起8点开始排队，过当天元旦早起9点要来准时发放。若是伫咧早起9点进前排队的民众，保证会当领到一个银币的钱舞。因若伫咧元旦迄天排队的第1号到第600号，除了有银币以外，还佫会当加领一组套币。因若第601号到1800号，会当领到银币甲金币；1800号以后的，干那有银币。南投指南宫的发财金是通出名的，逐年会照农历的生肖来发招财的钱舞，大家抢咧听候，要互民众伫咧刷落来的一年，行向东平安富贵心头上，行向西福禄寿喜万万代，行向南经文财宝百万坛，行向北田园厝地一直合。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现场，赶紧要来关心迎接2020年到大庙所。台北市信义区到时阵的疫真侪人入来到内底，台北坐运搁一摆派朝天团，也就是腊鱼团嘛正式公开。今年同款要用洗脑歌，也搁有舞步陪伴民众做伙来迎接新年。现场详细的情形，连线记者陈主环来查来了解。主环。好，主播再过几天就要迎接2020年的到来了。而今年台北捷运呢，为了要因应这个跨年的疏运人潮呢，是再度派出了朝天团来助阵，来宣导这个疏运的措施。赶快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一起跨年，让我们一起跨年。好，那今年台北捷运呢，一样是用2线进场、3线离场的这个跨年配包，来连续42小时营运不收班。而猫空缆车呢，则是延长营运到凌晨2点，是现场的人潮疏运完毕为止。而这一次呢，为了要加强这个疏运当日的活动人潮呢，台北捷运呢主要的路线板南线还有淡水信义线呢，是从下午5点开始就以最密的班距行驶来提供服务。板南线最短的班距呢是2到3分钟，而淡水信义线的最短班距呢是3分钟。其他路线呢也是视人潮状况来进行弹性的调整。至于呢临近跨年活动现场的台北101世贸站呢，预计从晚上9点半开始就采取部分的列车过站不停的措施，而市政府站呢则是视车潮的人潮状况，采取这个部分列车过站不停。旅客呢提醒旅客呢一定要记得先提早在国父纪念馆或是信义安和站下车，步行前进会场。而台北捷运公司也建议呢散场的时候呢，也尽量前往国父纪念馆、永春站以及信义安和和象山站、南京三民站等站来搭车，避开这个候车的人潮。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主环，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邮政区号即马有5个号码，不离个为明年3月起要改做6个号码。中华邮政公司规划为明年3月初3起要甲邮政区号改做6个号码。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即马信件投送的段数无够用，另外阁要提悬邮件分拣作业的效率。以后要改做6个号码，会当互即个邮件要送的速度变较紧的。不离个即个中华邮政公司嘛讲到。
大家号码上主要影响的是假大量这个包裹，也有邮件的企业客户。一般民众写头前3个号码就会用的啊。过来关心苏花改下个月伫要正式通车，上新的客运路线嘛已经公开。来看到3间客运公司，因为外口的这个车型拢是同款，拢是用白色来做底色，搁再配合到孔色、青色的鹅卵石，搁再吸这个山水意象。另外内底装的部分嘛是用白色做主题。设计师这一届设计就是简单，会当讲是规台湾上界高级的客运车。另外，大家真关心，也有票价部分。为南港出发到花莲，专票32，另外板桥到花莲是352块。3间客运公司都开始拢会塞真侪优待，一寡优待新加年同款的当用，都要等到新加年一个过了后，才会恢复原价。倒平海景，正平山景，全新的北回线客运配合苏花改沿路的风景，3间客运统一外观，用白色做底，配上青色、蓝色的鹅卵石来咧装饰，结合山甲水的想法。这家客运除了外观统一之外呢，里面也都是采这种米白色的沙发座椅和大海蓝的整靠垫。北花线回油号头一边来别光，主打简单自然风，设计师采用减法的设计，会当讲是全台湾上高级的客运，行动不便的人客，还有轮椅专用的出入口。所谓的移动美学就是让我们这些公共运输成为一种移动城堡。展开代替客运的票价来相比，代替南港到花莲专票419块，坐车时间大约是2点钟。坐客运同款对南港到花莲，通联3摆坐专票320块，通车一个月来优待205块。台北客运3摆坐专票320块，旅客嘛会当选较经济4摆坐，只要266块。两种客运伫咧1月21号进前拢有半价优待，坐车时间大约拢是3点半钟。另外，还有首都客运对邦桥到花莲3摆坐专票352块，4摆坐290块。1月21号进前嘛是半价优待，坐车的时间差不多是4点钟。部分的优待伫咧过年春节的期间嘛会当使用。那这24小时发射的概念，就是现在我们可以补台铁在夜间没有夜班火车的运能的不足啦。1月7日，苏花改全线通车，交通部搁再设苏花安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目前行政院嘛同意，预算会投入359亿的经费，针对东澳到南澳、和平到和中、和宁到中德这3大苏花改无接到的路段，会来做泵坑甲桥，希望伫咧2022年的年底来完成宽屏，2030年完工，互苏花的路途搁较完善快速。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交通话题，拜三台湾虎航一架为函馆起飞要转来到台湾的航班，飞到日本九州半空中的时，强拄到乱流。因为代志发生甲真无张持，一寡旅客和机组人员未负下安全带，就安尼受伤。有网友甲相片抛上网络，迄当时飞行机内底有空服人员规飞起来，尻川皮切着伤。另外，座舱的事务长受伤的情形搁较严重，摔落来时骹盘骨头断去。结果有这个机舱内底烧水规拢抓出来，真危险。等到飞行机一个降落了后，受伤的人伫咧机场附近立新病院检查。虎航嘛照规定赶紧通报，照民航法要来进一步调查。山友起来规片乌青烟火，互人看到心内真惊。这是虎航的空服员拄着乱流，脚接偏拢着走开工作台流落来伤。另外一张相片内底，烧水管、食米线甲龟头壳，看出来迄当阵飞行机拄着乱流有偌尔恐怖。着网友伫飞行机降落来了后，讲拄着乱流，回叫是险啊，着爱7天了后才会当登去啊。旅客甲过程抛起人面册，讲即撮为九州飞台湾的旅程，就袂输咧坐飞天车咧。那海甲真厉害，飞行机的座舱长嘛飞出去，骹的骨头断去，旅客嘛有人受伤。虽望飞行机尾啊有平安降落来，毋过也是互人心肝皮破彩，因为迄当阵飞行机预计12点起飞，4点飞到台湾，毋过起飞的时阵发动机信号无正常，拖到2点外才正式起飞，耽误1点半钟。落去佫拄到事故，发生客拢真惊吓。对这个事件，虎航用书面回应，讲降落来了后，受伤的人有随送去病院急救。另外，对这个乱流，嘛按照规定通报互相关的单位，未来会配合民航法的调查，才个公布相关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
我世界大代志来关心，日本今年是相当，北海道嘛真烧热，札幌25规天拢无落雪，会当讲是1961年以来有记录头一届安尼无落雪耶诞节。落雪无够嘛，引起到出雪场开幕的时间去延长掉。另外，跳台出雪比赛嘛是因为安尼取消，也有旭川动物园为了要保护骑鹅的脚，取消骑鹅游行的活动，游客足失望。即嘛含一年一届札幌雪季拢有可能因为落雪量无够。敢会当办得成，嘛，互主办单位头壳摸咧烧。北海道旭川动物园每一年冬天拢会举办骑鹅游行，古水模样，声游客无论伫咧外园拢要来看。但今年拄着暖冬，园区的雪较少，动物园惊骑鹅受伤，决定取消伫咧耶诞节东港的游行，民众是足失望的。ペンギンの散歩のために。なんか見に来たみたいな感じだからなんか見れなくて残念。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またじゃあ来年あたりチャレンジしたいです。除了看袂到骑鹅散步，想要来北海道耍雪，嘛着爱搁等。出雪场平常时拢爱有30公分深的雪，才算是有够安全。但即马雪连10公分拢无够，为着安全，出雪场敢若会当延后来开放。いつオープンしますかここ？こちらちょっとまだ。另外，出雪跳台嘛是一片光影影，预算后个月初是出雪跳台比赛，因为完全无积雪，宣布取消，而且已经连续3年拢无法度举办啊。この冬は冬型の気圧配置が安定しないので、一度雪が積もってもすぐに溶けてしまって、なかなか積雪が増えない。というのが大きな理由なんです。札幌每一年拢会过银白色的耶诞节，但今年拢无虾米落雪。当地过自1961年以来头一个无雪耶诞节，雪落无济，就连2月初要登场的札幌雪节，是毋是办得成嘛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一年拢会对附近雪较济木园运来大量的雪制作冰雕，但是今年这的雪嘛只有一点点啊。主办单位表示会向其他的城镇来借调冰雪，全力确保雪节会当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咱台湾中昼12点33分起，会当看到这款天狗食日的天文景致。亚洲其他国家像日本，也阁有香港、泰国、印尼、新加坡，嘛拢看会到。一寡人特别用天文镜、吊镜、千里镜，或者是挂护目镜，抬头看天顶，会当讲是大事行。日本进入令和元年头一个日偏食，也就是天狗食日。东京的民众伫咧街仔路煞是无感觉。刚还有棉吗？棉来的。原来东京今仔日云真高，将日头掠着，互东京的人无缘通好看到天狗食日的天文奇观。不过来到南部Okinawa，天清清，民众用护目镜，真清楚看到日头，真正互人夹一喙。あ、なんかかけてる。あ、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ちょっとかけてるよ。あ、本当だ。視力検査みたいな。香港的民众嘛真好运，趁着天气袂歹，小静咧看天狗食日的奇观。有市民去到太空館對出，天文台放咗6支天文望遠鏡。天狗食日的現象是太陽表面有一部分互月球掠到。亞洲各國所看到的日偏食，太陽的直徑大約攏減少30%到40%。泰國曼谷因為經緯度的關係，看到的天狗食日是欠了一大半。初めて日食を見てとても興奮しました。今仔日的天狗食日大約3點外鐘，若是錯過，也是天氣無好看袂到，就要等到明年6月21號才過來拄看賣啊。記者綜合報道。休困一個廣告了，繼續要來關心，這是今年27歲姓潘的查某囡仔，因為生日小連續食骨肉乾火鍋，無想到講倒骹的鏡頭母講規個紅骨症，原來是急性的痛風。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吴克群张志成的10年友谊，因为一句歌词产生裂痕喽。如果你气了哭了骂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请问空白要填哪一句来读完？我按错了，你按到什么？按到1年呢？1年。这个。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快
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高额奖金送给你。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会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顶礼拜日是冬节，大家拢爱食冬节圆。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的这日就是冬。冬是一年四季的第四季，寒天叫做冬天。冬天出产的，咱讲是冬笋。另外算年的单位，一年咱讲是一冬。也有年头收成较好，咱讲是好年冬。农作物的收成季节，那是4月，咱讲是4月冬；6月咱讲6月冬早冬。第二届收成，咱讲是10月冬，或者是温啊冬。另外一个音读做冬，有人认为讲这是文音，也有人讲这是方音差，是腔口无同款。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年冬，会当讲是一年，嘛会当讲是收成的情形，像咱讲好年冬、歹年冬。另外第二个词就是孝冬，嘛会当讲是孝寒、放冬。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囡仔准备要孝冬，大家拢希望会当摕到好成绩，过一个好年冬。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冬，另外一个音读做冬，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温度节落了后，真侪人爱食火锅，互骹手会当较烧热咧。方圆一个今年27岁姓潘的查某囡仔，因为生日小连续几落天食火锅，无想到讲伊倒骹的枕头母讲红过肿过会痛，痛甲连续几落天拢困袂去，去到大病院互医生看，才知讲原来是急性痛风，食火锅嘛爱准则。然后这边帮你上餐哦。热扑扑的火锅，将肉片放入去，烫规个啊！寒天反冷，民众介意食火锅，温暖心，佮温暖胃。但台中丰原一个27岁姓潘的查某囡仔，为着庆祝生日，连续食4天的火锅，身体出现问题。两支脚的脚盘、脚趾头啊，拢明显红肿、烧热痛，互潘小姐连续几落天拢痛甲困袂去。看医生了后，才知影原来是治着急性的痛风。这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她体重有比较重，她大概我问她说体重大概87公斤，左侧的这个大脚趾红肿热痛，她已经有大概4、5天了。医生表示，因为火锅的汤头内底有加肉、海产、火锅料，火啉的含量较悬，伫咧人新陈代谢皮肤的时阵，会变做尿酸，积入咧体内，达到一定的程度，急性痛风就会发生。尤其是体重过重、有痛风家族病史、慢性病、甲三高的患者，拢是高危险群。大概都是中年的男性比较多了，然后女性大部分都是在停经过后，这个大脚趾这个地方50%、60%。第一次痛风发作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慢慢的其他的关节以后可能也会发生。急性痛风一旦发作，就真容易搁再复发。伫咧食食顶悬，爱避免一直咧烫的汤头，甲高普林的食物，嗅喙嘛是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要带大家关心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这是中华花坛中原路一个起厝的工地，当伫咧整地翻地时，这墙影搁亲像规倒落来，甲2个工人跌着伤，即嘛查讲也搁有性命危险。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吴克群张志成的10年友谊，因为一句歌词产生裂痕喽。如果你气了哭了骂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请问空白要填哪一句来读完？我按错了，你按到什么？按到1年呢？1年。这个。别做朋友。
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高额奖金送给你。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来关心韩国组上新的现场。我是不想大家沦为口水，因为政见发表会难得有这个机会跟全国民众讲自己关心的以及全国民众需要的，所以我没有提出一个反驳。蔡英文总统一个手指头指责我，3个手指头指责自己，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他说国民党贪污，所以代表民进党清廉，大错特错。蔡英文总统面临到中华民国有史以来总统唯一贪污的陈水扁，蔡英文总统为什么半句话都不说？为什么双重标准？为什么陈水扁前总统对蔡英文还在可以比手画脚，还在可以指责蔡英文总统，而他本身也是贪污犯，现在在保外就医。蔡英文总统为什么不说呢？只要是民进党的都不能说，永远双重标准。反渗透法今天要这个党团协商，那苏揆下令一定要通过，就认为这样才是真的草率。我觉得反渗透法已经全国民众以及大陆的广大的台商甚至台生造成了惶恐不安，将来认定罗致入罪，这些让人心中恐惧不已。所以马英九总统认为这是戒严的恢复。我再一次呼吁民进党，再一次呼吁，总统是民进党的，立法院过半，还有15天不到的时间，总统、副总统就要投票了。这个时候强度反渗透法是什么意思？还在推销亡国感，还在希望用这种危机意识催发自己的选票吗？还在制造这种对立来获取民进党的政治利益吗？有必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前14天左右通过争议性这么高的反渗透法吗？而且影响所及，将来妈祖、关公、保生大帝，连宗教交流都有可能被罗织入罪，这个叫台湾人民情何以堪？我觉得民进党希望获得选票，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借着这种政治斗争，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吴克群张志成的10年友谊，因为一句歌词产生裂痕喽。如果你气了哭了骂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请问空白要填哪一句？来，答案。我按错了，你按到什么？按到1年呢？1年。这个。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高额奖金送给你。难道三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三藏。什么？听说三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看完刚刚的影片，有什么自然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现代人因为经常使用密码，所以将密码设定得越来越简单。如果没有好好设定，很容易忘记或者是被破解。欧克亮，你既然那么会猜密码，来看一下王将军的email密码是多少？所以这样我就不知道他到底算有没有说对，就好像你有没有喜欢他，你心里也不知道，对不对？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
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我认为陈楚和王庭玉2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没那么单纯。我们当事人提出的就是2000万的赔偿金额。2000万？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身为想要保护的人干了多少坏事吗？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周5消费情报站，好你青蛙5个赞，有10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3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吴克群张志成的10年友谊，因为一句歌词产生裂痕喽。如果你气了哭了骂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请问空白要填哪一句？来，答案。我按错了，你按到什么？按到1年呢？1年。这个。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难道3藏投胎到人间不是传闻，是真的？你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吗？你果然可以看到不是人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特别的人类，我们的交易就成立了。你只要走进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给我就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绝对不要理会。那个孩子就是3藏。什么？听说3藏身上会散发出。1月13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看完刚刚的影片，有什么自然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现代人因为经常使用密码，所以将密码设定得越来越简单。如果没有好好设定，很容易忘记或者是被破解。侯宽亮，你既然那么会猜密码，来猜一下王将军的email密码是多少？所以这样我就不知道他到底算有没有说对，就好像你有没有喜欢他，你心里也不知道，对不对？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
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密，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我自己本身也是当里长嘛，那里长本来就是服务里民，那可能这个个性使然，所以我也把每个客户都当成自己的里民一样对待，就是大家吃得开心，喜欢吃才会有给我动力嘛，才会有让我有坚持下去的理由。甚至说一句真话，连金钱都没办法去替代的，让一个人居然会对我的东西思思念念的。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这是中华花坛中原路一个起厝工地下早当日咧翻地时，周围啊好亲像熊熊倒落来，甲2个工人跌着伤，2个人疙瘩，还佫有性命危险。来看到现场，规周围啊拢全涂屎，落甲规涂骹。救援人员一个赶来到现场，先找到一个人，也毋过已经无喘气，继续伫咧现场找，又佫找到另外一个人，共款性命有危险。即马2个人已经赶紧把人送去附近的病院，要来进一步研究。小等来收现场来画面，嘛请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新闻。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比利时办公路的这个越野自转车的比赛，其中荷兰摕到查甫组，也佫有查甫组的冠军。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等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